苏星慈少爷，我们到了，请下车。我明明该是苏家的大少爷，却在1岁时被送到了孤儿院，后来更是被卖去了境外的杀手组织神捕，受尽折磨与欺凌。好在，我凭借自己的狠辣、坚毅，撑到了最后，闯过了血色试炼，成为了神网之主。如今，我既然回来了，就要把本该属于我的全部拿回来。老太爷，苏总，星慈少爷回来了。哼，终归是乡下来的土包子，浑身脏兮兮的，都把地板给踩脏了。爸妈，你们确定这个泥腿子真是我弟？该不会是你们检查错了吧？看来这个家并不欢迎我，也好，这样我下手也不需要顾虑什么。这老爷子看着倒是个明事理的。星慈，来，让爷爷好好瞧瞧。和长辈连个招呼都不打，果然是乡下长大的泥腿子，一点家教都没，怎么担得起苏家少爷的身份？以后在外面不允许说你是苏家人。我确实没有家教，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家，哪里来的家教？爸妈，你们也别怪哥哥，毕竟他这些年在外面确实受了不少苦。哥哥如今回来了，我也该收拾东西离开了。小弟，你说什么呢？你才是我弟弟，该滚的是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土包子。确实，这家伙浑身穷酸气，带出去都丢我们苏家的脸。一白，你安心住着，没人能抢你的东西。要早知道他是这副模样，就不该让他回来。爷爷，这也是你的看法？放肆！星慈才是我亲孙子，你们的亲儿子、亲弟弟，有你们这么说话的吗？哼，张嘴闭嘴土包子、穷酸样，那是你们亲弟弟。你们的教养在哪儿？我看还是平时是太惯着你们了。再有下次，都给我滚出苏家，自力更生去。星慈啊，过去在外孤身一人，苦了你了。以后你但凡受了任何委屈，都可以来找爷爷，爷爷给你做主。谢谢爷爷。朝南的那间主卧，给星慈收拾出来。是老爷。爸，不行啊，那间房间不是说要给一班改成电竞屋吗？什么不行？苏星慈才是我亲孙子，不用再说了。两个分不清远近亲疏的蠢货，还电竞房？时间也不早了，都各自回去休息吧。苏星慈，你给我记住，苏一百才是我们苏家未来的继承人。你在乡下待了19年，豪门礼仪没学全之前，不许出门丢人。你是谁呀？我是你妈，看不出来吗？哦，你还知道你是我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仇人呢。有你这么对待亲儿子的吗？我都怀疑当年你是不是故意把我弄丢的。有你这么和母亲说话的吗？你个小畜生！你们还真是可以，张嘴闭口就是畜生。我是畜生，你们又是什么？杂种吗？苏星慈，你怎么可以这么和爸妈说话？赶紧跪下和爸妈道歉！光教训他们，忘了教训你这个野种了。你再狗叫试试！念儿，快把张医生喊来，给你弟弟看看。目无尊长的小畜生，虽然你是我亲生的，但我是不可能认可你这个畜生的。早点认清自己的地位。Who care？ 你带我去我的房间看看。小爷我今天被恶心的够呛，需要休息。好的，少爷，请跟我来。你的房间到了。这是夫人提前给你安排好的房间。这房间还满意吗？满意的话，我就先走了。等等，爷爷不是说给我安排主卧吗？你为什么给带我来这里？夫人说你刚回苏家还需要历练。再说了，你只是一个刚回门不受宠的泥腿子，能给你一张床睡就不错了。我连苏玉川都不放在眼里，你是怎么敢和我甩脸色、嘲讽我？我是夫人的命令我这么做的，不满意你去找夫人。带我去爷爷安排的主卧，再有下次，就不是1巴掌的事情。是少爷，我错了，我这就带您去。星慈少爷，这里便是老太爷交代的房间。还不错，我很满意。记住，以后对我要尊重。是。
万神诀我已经修炼到了第8重，等修炼到第9重，也该让神王现世了。还有苏家，真是有趣。我这父母的表现，可不像一个正常的寻回孩子的父母。还有那个苏一白，有些东西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和我抢。既然那些东西本该是我的，那就得是我的。 不吃了，跟土包子一起吃饭，倒胃口。我也不吃了，公司有事情，我就先走了。坐下。陪爷爷好好吃饭，大早上的，别逼我扇你。保姆，换套餐具。混账东西，有你这么对待弟弟的吗？赶紧给100道歉！弟弟，我可没有什么弟弟，道什么歉？真是心里没点数。这是你的养子坐的位置，就坐。下次再拎不清，我直接把你丢出门去。放肆！父亲，你看这个畜生，一点教养没有，嚣张跋扈，目无尊长。 留在家完全是在丢咱们苏家的脸。我看你才放肆！他是畜生，你们俩是什么？我是什么？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好了，这小子。青瓷说的对，这个位子本来就该是他的位子，以后苏一白去后面坐。青瓷啊，我记得你也上大学了，还是和苏一白一样上的江城大学。平时钱还够花吗？需不需要爷爷给你点零花钱？都上大学了，又不是小孩子，给什么零花钱？再说了，一白也在江城大学念书，平日让苏一白照顾这些就是了。 爷爷，你放心，我平时在学校会好好照顾青瓷哥哥的，绝对不让他受半点委屈。哥哥，你放心，以后要是在学校受欺负了，可以来找我，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爷爷，以后苏一百的零花钱就直接给我吧。父亲说的对，都上大学了，没必要再给零花钱了。凭什么要把我的零花钱打给你？ 就算大学不需要零花钱，那也是咱们俩都该停了。苏星慈，你凭什么替100做决定？那能一样吗？我是亲孙子，他是领养的。再说了，我从小吃不饱穿不暖，穷怕了，没点钱傍身我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 我就容易受刺激，我一受刺激，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不信你可以试试。很好，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这才是我苏家当家人该有的样子。既然星慈都这么说了，以后苏一白每个月10万的零花钱就打给星慈吧。另外，我每个月再给你添100万，不够的话和爷爷说，爷爷再给你加。谢谢爷爷。好，好，好，你先吃饭。 吃完饭刚好让司机送你俩一起学校。好。该死的苏星慈，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死在外面？为什么要回来破坏我的生活？等着吧，我一定会把你赶走的。星慈哥，因为现在咱们苏家还没有正式认亲。 所以爸爸来之前，特意叮嘱你不要暴露身份，你还记得吧？怎么，不想我在学校抢了你苏家大少的风头？怎么会？苏家大少的名头本就是你的，我怎么会和星慈哥你抢？放心吧，我是不会主动去暴露自己的身份的。那就好。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一直这样听父亲的话，一定能得到父亲的认可的。 说什么都信，真是个蠢货！我去，劳斯莱斯，这来的是哪家的大人物？你是刚入学的新生吧？这车很明显是苏家大少苏一百的座驾。苏家大少，苏家很有钱吗？那可太有钱了！苏家是咱们江城的一流家族，在江城没人能不给苏家面子。 苏家的苏氏集团更是化妆品领域的头部之一，市值上千亿的巨头。快看，苏一百少爷下来了！
苏少，您可来了，苏少。您是不知道，王小姐最近天天念叨您来找您。这位是他，我苏家刚从乡下找回来的一条土狗罢了。原来是个乡下土鳖，小子，能成为苏大少的跟班是你的荣幸。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我他妈给你脸了！我的天哪，这人是谁？竟然敢当众殴打苏家大少，他不怕苏家的报复吗？咱们还是离远点吧，像这种豪门争斗与咱们无关，别被波及到了。就是，我反正先走了。苏星驰，我一定要将你对我的羞辱100倍奉还！就是那个乡巴佬，一会儿都看我眼色行事。小子，你早上在校门口不是挺嚣张的吗？有种现在再嚣张一个试试！敢和苏少过不去，就是和我们这些兄弟们过不去。不是很能打吗？今天倒要看看，这土狗能不能单挑我们这4大金刚！你们应该庆幸这里是国内，不然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装什么大尾巴狼呢？我们有4个人，你就1个。兄弟们，一起上，给这泥腿子一个神教训！苏少说了，打残了他负责。走你！告诉我，苏100那个废物现在在哪儿？该死的苏星驰，你不是能打吗？这次也让你尝尝挨揍的滋味。既然星驰都这么说了，以后苏100每个月10万的零花钱就打给星驰吧。另外，我每个月再给你添100万，不够的话和爷爷说，爷爷再给你加。都怪那个老不死的偏袒苏星驰，要不然哪里能让他这么嚣张？100哥哥，听说今天有个该死的暴力狂对你动手了，你伤得重不重？要不要看医生？没事儿，只是一个小误会而已。那人毕竟是乡下来的，没有教养，脾气大点也正常，我不怪他。不行，100哥哥，你就是太善良了。像这种暴力狂、社会垃圾，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我要把他赶出江大。王家的这个大小姐还是这么愚蠢，我说什么她都信。不过这样也好，她毕竟是王家的独生女，有了她的帮助，以后对付苏星驰也能多一份助力，我也能多一条退路。好，但是亚军你也要点到为止，别太过火了，免得反噬伤了自己。哼，就算过火又怎么样？这江城就是我们苏王2家的天下，就算过火，那个乡巴佬也得给本小姐忍着。这人是谁？好帅啊！论颜值，论气质，不仅丝毫不逊色于100哥哥，甚至还要更胜一筹。亚军，这就是早上那个暴力狂，咱们赶紧走，免得伤到你。啊，是他吗？对啊，亚军，你脸怎么突然这么红？哦，没什么。100哥哥，你放心，我来教训他。你就是那个仗着自身有点蛮力就敢欺负100哥哥的乡巴佬？告诉你，你最好现在就给100哥哥跪地磕头认错，不然以后绝对有你好果子吃。叽里咕噜说什么屁话呢？别在这里碍事。怎么，很诧异？没想到我会安然无恙的来找你。贱皮子，你说你为什么就不长记性？上午刚被教训一次，中午就迫不及待找事，怎么，真活腻歪了？苏星驰，你别太过分！
以前怎么没发现？100哥哥居然这么软弱，要是他能像这个帅哥，不，暴力狂一样霸气点就好了。你这人好霸道！100哥哥都原谅你早上的冒犯了，你竟然还来挑衅！你知道我们是谁吗？真当我们好欺负是吧？哦，他原谅我了，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你嫉妒100哥哥出风头，早上踹100哥哥，现在更是莫名其妙的来挑衅100哥哥。我告诉你，也就是100哥哥大度，不愿意与你计较。他可是苏家大少爷，苏家未来的继承人。要是他想报复你，你就等死吧！我劝你，识相的话就赶紧给100哥哥道歉。苏家大少爷，苏家继承人，哈哈哈哈！你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那你呢？你又是什么身份？在江城顶级豪门还有个和苏家齐名的王家，我就是王家大小姐，与苏家继承人有着婚约。简单来说，我就是100哥哥的未婚妻。不，你并不是苏100的未婚妻。你什么意思？我，苏星驰，才是苏家真正的大少爷。他，苏100，不过是我苏家收养的看不清自己身份的养子。倘若真有那一纸婚约，那我才应该是你的未婚夫。苏星驰，你明明答应父亲不暴露我们身份的，你怎么敢？我就说话不算话，你能怎么样？你都仗着苏家的身份派人来找我事儿，我为什么还要给你留面子？我不光要暴露你的真实身份，你的未婚妻我也要抢。不对，她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妻。这人怎么这样？也太霸道了！你，我之前警告过你，不要给我找事，但现在看来，你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下去好好清醒清醒，以后老实一点。你那些小手段，幼稚的可笑。100哥哥，来人，快来人，把100哥哥救出来！亚军，儿子，我的儿子，小白，你没事吧？小白，你个小畜生，是不是脑子有病？从昨天回家开始就净会找事儿，老头子真是昏了头了，怎么会让你这样惹人嫌的野种回来？你就该老老实实的在山沟里待一辈子。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你弟弟道歉，不然我今晚就把你赶出去。苏星驰不是说他才是亲儿子吗？这两人真是他的亲生父母吗？你们俩还真有意思，不先去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是非正对，上来就让我道歉。你们咋不问问这个贱皮子我为什么揍他？还能因为什么？小柏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就是个老实善良的好孩子，肯定是你这个小畜生主动找事儿。爸妈，你们别怪星驰哥哥了，毕竟100替星驰哥哥在苏家享受了这么多年，星驰哥哥看不惯100也是正常的。只是哥哥可能在乡下习惯了依靠拳头解决问题，所以才会这么暴力。你们可千万别怪星驰哥哥，大不了以后我走就是了。哼，看到没有？都现在这种情况了，小柏还在帮你说话，说你没教养还和我顶嘴，平时多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教育，当着一众同学们的面公然骂我是他的一条狗，就是你们口中的教养；喊他的马仔围殴我，就是你们说的教养。爸妈，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苏少，您可来了，苏少。您是不知道，王小姐最近天天念叨您来找您。这位是他，我苏家刚从乡下找回来的一条土狗罢了。这就是我早上揍苏100的原因。你说这人欠揍不？
你在骗我！雅君，我当时只是……小子，你早上在校门口不是挺嚣张的吗？有种现在再嚣张一个试试！敢和苏少过不去，就是和我们这些兄弟们过不去。对不起，星子哥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没关系，以后以身相许就好了。你快放手，不许欺负雅君！雅君也是你们叫的，以后叫嫂子。就算是小柏的错又怎么样？他年纪还小，是你弟弟，你就不会让他吗？混账！你说这话之前过脑子了吗？还有你就是这么当爹的？我当年咋不把你扔了，也抱个养子回来继承家业？星慈，事情的经过我大致都了解了，你做的没错，你是我苏家的少爷，没人可以欺负你，出了任何事儿，爷爷为你做主。谢谢爷爷，还是爷爷你明事理，我都怀疑这两个货是不是被下降头了。我孙子说错了吗？有你这样当爹的吗？天天盼着把儿子送走，家业送给外人。爹，你怎么能这么说？苏一白也是我们抚养长大的，也是您孙子，哪里是外人？我的孙子只有星慈，当年我就不认，现在更不会认。你若执意要将他当作继承人，明天你就给我从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老子未来直接将集团传给我孙子。星慈，跟爷爷回家吧，没必要跟这两个蠢货浪费口舌，平白沾了晦气。明天见，我的小未婚妻。亚军啊，看来你和星慈相处的还不错，之前我倒是白担心了。等举办星慈认亲宴的时候，我刚好和老王聊聊咱们两家婚约的事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雅君任凭长辈做主。好，好，好，你小子有老头子我当年3分风采。凭什么？苏星慈不过是个在乡下刨食的土狗，我才是苏家培养了10几年的大少爷。凭什么苏星慈一回来就抢走属于我的一切？就连雅君也对着苏星慈偏心，苏振南更是偏心到极点。血脉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小柏别灰心，妈妈和爸爸都站在你这边，那个乡巴佬算什么东西？苏家迟早是要交到你手上。谢谢爸爸妈妈，小柏一定会加倍努力的，绝对不会让爸爸妈妈失望的。苏星慈，你给我等着！苏家的钱、权，还有王雅君，全都是我的。我发誓，我一定会把你踩在脚下，让你生不如死。小影，你今天看着怎么那么疲惫啊？还不是家里刚找回来的那个弟弟苏星慈，回来第一天就敢打父亲，今早还亮了，真是没一点教养。哇哦，听你这么说，你这弟弟好 man 啊！改天带我见识见识。你是我的人，当着我的面想男人，我会生气的。想多了，我的小粗宝，我的心里只有你，才不要那些臭男人呢。这文件是咱们的一个供应商盛阳化工，他们提供的生产材料连续3次检验出杂质超标，被咱们按照合同解约了。现在死皮赖脸的想要继续合作，原材料监管不容马虎，是原则问题。下次那家人再来，直接给他轰出去。好，不过你确定现在想和我聊工作吗？我刚刚可是把门反锁了哦。真是个小妖精。苏少，这次真得麻烦你了。只要苏少能帮我们在营总面前美言几句，度过这次被解约的危机，我盛阳化工给你双手奉上1000万。1000万太少了，我要5000万。苏少，失去悦生集团的订单，盛阳化工确实会受到不小冲击，但5000万的说客费，趁火打劫也不带这么玩的吧？如果我只是去当个说客，帮盛阳化工重新建立合作，自然要不了这么多。但若是我帮你彻底拿下苏诗莹呢？到时候有苏诗莹的把柄在手，
美人和订单双丰收，周少还用担心盛阳化工的未来？帮我拿下苏诗莹。苏少，苏诗莹不是你姐吗？那又怎么样？只要能帮我搞到钱，一切都是值得的。卖个姐姐算什么？那可就全仰仗苏少了。苏少放心，事成之后5000万即刻到账，我们盛阳化工也会为您马首是瞻。那就预祝咱们合作顺利。为了利益，连姐姐都能当做筹码牺牲，行事毫无底线，罔顾亲情，以后得离这人远点儿。合作愉快。奇怪，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我才对。晴雪，你怎么在这儿？而且还这副打扮。小青哥哥，晴雪现在可是你的专属女仆，人家可是击败了100个狐狸精，好不容易才应聘上的呢。这种潜伏方式也确实方便与我交流情报，不愧是我家晴雪，真聪明。神主，刚才小峰那边截获消息，那个苏一百收了钱，要对苏诗颖不利，咱们要不要插手？苏一百这个搅屎棍还真是一点都不老实。他们现在在哪儿？科林大酒店。苏总，之前原料杂志超标的事情是我们盛阳集团的疏忽，我们已经把那个眼瞎的生产主管开除了，之后的每一批产品都将由我亲自监管，质量绝对有保证。只求苏总高抬贵手，放过盛阳化工这一次。1次是意外，2次是疏忽，可周大少爷，这已经是第3次了。如今悦生集团要解除合约了，你们才想起来整改，之前干嘛去了？苏总息怒，之前的事情我们深感抱歉，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了。这杯酒我先干为敬，全当给苏总赔罪了。姐，周浩哥都已经知道错了，而且态度这么诚恳，要不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嘛？你啊，就是心太软了。人家随便卖个惨你就求情，这在波诡云聚的商场之上乃是大忌。既然我最疼爱的弟弟开口了，那我就看在100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记住了，这是最后一次。之后如果原料质量再出半点问题，盛阳化工将会被我们悦生集团永久拉入黑名单，我也将启动司法程序追究你们的责任。多谢苏总宽宏大量，我保证之后的原料质量绝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再敬你一杯。苏兄，这次多谢你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就不送你了。周少这就客气了，祝周少今晚玩得尽兴。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要干什么？你真让我感到反胃。真是个蠢货！苏诗颖这女人能将苏氏的一家寻常分公司做成市值几十亿的悦生集团，这是多粗的一条大腿！更何况她还对你疼爱有加，结果竟然为了点小钱就把自家大腿卖了。苏氏未来的继承人竟然是这种货色，苏氏迟早要完！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来打扰老子的好事！你知道我是谁吗？识相的赶紧给我滚出去！联合我家那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对我大姐下药，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姐姐，苏家不是只有苏一白一个男丁吗？你到底是谁？
兰说配听。苏星慈，你想干什么？刚才是你把我弄昏倒的，我可是你亲姐。傻子，我刚才就不该来救你。苏星慈，你竟然敢骂我！你站住，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不对，我想起来了，是小柏喊我来的。小柏呢？你的这个好弟弟，为了5000万把你卖给了里面那条蛆，那5000万才刚刚到账。我先走了，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姐，我刚才上厕所回来，就发现周浩把你带走了。我追过来想要阻止他，结果苏星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脚把我踹飞了。我怀疑他们是提前串通好的。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下。姐，你看我手机干嘛？咱们赶紧给爸妈打电话，将这里的事情告诉他们，这次一定要打死苏星慈！姐，我真是被冤枉的，姐！姐，你这大半夜怎么在客厅发呆呀？咋还没回房间休息？我公司事情有点多，刚忙完回来。你呢？咋还没睡？人家可是大主播哎，这个点不睡不是很正常吗？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下来拿点吃的回去。姐，我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绝对能让爷爷把那个讨人厌的苏星慈彻底赶出苏家。我打算明天一早悄悄把我的内衣丢他房间里，然后让阿兰找出来，告诉爷爷说是他偷的。爷爷肯定会嫌弃死那个苏星慈，直接把他乱棍打出去。瞎说什么呢？苏星慈毕竟也是咱们亲弟弟，哪有这样去诬陷亲弟弟的？姐，咱们明明说好只有小柏一个弟弟的，我才不认那个乡巴佬呢！不管你心里认不认，他都是咱们的亲弟弟，以后不许再泥腿子乡巴佬的乱叫了。哼，没想到连你也叛变了，我和你好了。有些人终究是变了。爹，我知道你偏心苏星慈，但也不能这么放任他为所欲为啊！
昨天晚上这小子又把小柏打了一顿，人现在还在医院呢。是啊是啊，再这么下去，他还有什么不敢做？迟早敢骑在我们头上。不用迟早，老子现在就敢骑在你们头上。你，老毕登，你再狗叫一个试试。老毕登，别整天在老子面前唧唧歪歪。还有那个白眼狼，娘们儿唧唧的，天天给老子耍小聪明。我就打他了咋地？你要不要搞清楚他干了啥？小柏一个乖孩子，这几天一直被你欺负，他能干什么？干什么？他给你大女儿下药，要把她送给那个姓周的。要不是我去的及时，都已经被人家得手了。你个蠢妇！什么？什么？不可能！小柏怎么可能会做这种龌龊事？一定是你嫉妒小柏，故意编造谎言诬陷小柏。对，一定是这样。爷爷，麻烦您等下拿我和她的头发，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吧。这女的绝对不是我亲妈，我是不是苏一川从外面抱回来的私生子，后来被叶欣偷偷送走的？瞎说什么混账话！叶琴确实是你的亲妈。你回苏家之前，我在5家机构给你们3个做了亲子鉴定，确定无误后才把你接回来的。那还真是林子大了，什么脑残都有。对一个养子好的像亲生的，对亲儿子像仇人之子，真是搞笑。爷爷，我上学去了。好，要是上课上累了，就早点回家歇着。苏仙慈，你给我站住！怎么了？三姐今天这么舍不得我？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赶紧去给妈妈道歉。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说服大姐配合你演戏的，但是你看妈妈都被你们气成什么样了。你就这么确定我是在骗她，就不能是事实吗？不可能，我和小柏一起长大，最了解小柏了，他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一定是你这个从乡下回来的泥腿子，收买蛊惑了大姐，陪你一起做戏。你就说大姐昨天为什么这么反常，肯定是你这个坏种搞的鬼。我今天心情不错，别逼我走之前抽你。乖乖在家待着，有事没事别来惹我。雅君，是雅君来看我了。就算我变成了这样，雅君还是关心我的。星子哥哥，我听我爸说，苏家要在1周后举办认亲宴，而且苏爷爷还要在宴会上正式确定你为苏家的继承人。所以呢，
你想说什么？那到时候，苏爷爷会宣布你和我的婚约吗？亲一口，亲一口，我就告诉你。当然啦，我的小未婚妻。没想到，我都落到这副田地了，刘生还愿意站出来为我出头，真是我的好兄弟。怎么，你这是想替你老大出头？哪能啊，苏少，小的哪有那个胆子？我刘生一直都是苏少最忠诚的狗啊。不过，以前的苏少是苏一百那个废物，现在这江城的苏少只能是您啊！小的今晚在琉璃阁摆一桌，想请您吃顿饭，为之前小的冒犯赔罪，您看可否赏个脸？好啊，你这个小弟我就收下了。你看什么看？你个鸠占鹊巢的人，再敢用这种眼神看我，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过去抽你？苏星慈、王雅君、刘生，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要把今日受到的屈辱千百倍的还给你们。苏少，之前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这杯我干了，您随意。可以了，照你这个喝法，怕是得进医院。之前的事情到此为止。苏少，中午那小子太能打，现在还有5个兄弟躺在医院没出来呢，还请苏少宽恕。废物，一群饭桶！你们今天害我丢了这么大的脸，你不是替他们求情吗？先把这瓶喝了，再和我谈其他。苏少，您真不愧是苏氏的真少爷，心胸不是某些冒牌货可比的。日后但有差遣，小的愿意为您马首是瞻。你这人倒是一身江湖气。放开我！我不接受陪酒，大不了我把你刷的钱全都还你。别装模作样了，今天这事没商量，你哪儿也别想走。小姑娘，虎爷我身价数千万，跟着我，保你吃香喝辣，别给脸不要脸。小雨呀，虎哥可是实打实的土豪。你要是跑了，老娘那10万块的中介费上哪儿领去？直播只是个人爱好，我把你当好朋友，你竟然为了钱给我设局！我是江城苏家的苏诗雨，你今天敢碰我一根头发，苏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什么狗屁苏家？虎爷我是被吓大的吗？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苏家能拿我怎么办！谁给你的胆子，敢对他动手动脚？苏军师，你怎么在这儿？快跑！这些人一看就是混的，咱们先跑！好，今天你们都别想走，上，给我抓住他们！安心在这儿看着，没事的。救命！我错了。你已有取死之道。走吧，回家。谢谢你，不过先等我一下。
小雨，你听我解释，我也是被逼。这次多谢你了，星慈弟弟。你弟弟不是只有苏一白吗？你和小柏都是我弟弟，之前是我不对，你们俩可以好好相处吗？我觉得你们俩都是好孩子，这样爸妈应该也会认可你的。首先，那家伙不是个好东西；其次，那2个老东西的认可我不需要。再见，以后见网友多长个心眼儿。爷爷，我去上学了。星慈啊，不用了，今天就别去学校了。这周6，咱们苏家就要举办认亲宴了，到时候我会正式宣布你苏家继承人的身份。今天先带你去苏氏集团总部认人，方便你之后进公司历练接班。凭什么？我多次提出去公司历练都被拒绝了，凭什么这刚回来的泥腿子可以被他亲自带过去？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吗？封建老顽固，老不死的东西！星慈呀，你和诗颖他们相处的怎么样？还行吧，诗涵姐接触的少，诗颖与诗雨多少有些脑子不好使，但本心不坏。爷爷，你不问问苏一白吗？哼，我问一个他干什么？当年我就不认他，现在更不可能认。怎么回事？老太爷息怒，刚刚有人突然窜到车前，差点撞到，现在人躺在地上哀嚎，我下去查看一下。2位，不好意思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今天2位怕是走不了了。这位先生，我虽然不清楚各位是谁派来的，但无论对方报价如何，我都愿意支付双倍佣金。只请先生放我等离开，事后在下保证绝不追查你们。虽然你的报价很诱人，但我丧彪出来混，靠的就是诚信，所以还是请你们下地狱去吧！星慈，你快走！我一个老东西死就死了，你可是咱们苏家的独苗了，你不能死在这儿！快跑啊！爷爷您放心，咱们都能安然无恙离开。张叔，你先带我爷爷去医院急救，我把这群垃圾清理干净了就过去。他妈的，都给我上！砍死这小子！万神诀第1式，横扫千军。这怎么可能？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来的？我是不会说的。我出来混这么多年，能走到今天，靠的一直是诚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还嘴硬，我会将你的3条腿全部碾碎。你想清楚？我说，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其他的我真不知道了。哦，连姓什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大哥，我真不知道，那人来下单的时候戴了口罩的。竟然不是苏一白吗？那还会是谁？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让张叔赶紧送爷爷来急诊了吗？都怪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因为你，父亲怎么会突然心脏病发作？当时就不该接你回苏家。苍天哪！我们苏家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为什么会招来这样一个不孝的灾星啊？妈，您别生气，哥哥肯定也不是故意的，只能说哥哥就是天煞孤星的命。你给我滚出去！我们苏家不欢迎你，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爸妈，这和小弟有什么关系？要怪也应该怪埋伏爷爷和小新的幕后黑手才对啊！赔钱货，你给我住嘴！就是这小子害的，这小子一回来就没安分过，那些杀手肯定也是惹来的。够了！大姐，麻烦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爷爷现在是什么情况？还不是你害的，你吼什么？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再敢在我面前狗叫，我弄死你！混账！你个小畜生，快放开小白！你也一样，我不是在开玩笑。爷爷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一次围堵，只是这次张叔没有下车，直接开车冲了出去，而后以最快的速度将爷爷送到医院急救。不过医生虽然已经尽力抢救了，但路上耽误的时间太久了，爷爷如今处于植物人状态，几乎没有清醒的可能了。甚至即便是如今这种情况，都不一定能维持超过48小时。虽然没有直接弄死那个老不死的，但这样也不错。他醒不来，股份就只能交给父亲代持。以父亲对我的疼爱，对这个泥腿子的厌恶，这小子必然会被赶出苏家，我也将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没事，我能治好爷爷。住手！你要害死你爷爷吗？滚开！别逼我把你也丢出去！你们3个就这么看着这个小畜生胡闹吗？医生走之前可是说了，你们爷爷还没脱离生命危险，要是任由这小子胡来，很有可能会死的。按照医生说的做，爷爷最好的结果也是植物人，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既然小新这么有自信，那不如让他试一试，反正结果也不会更差。不行，绝对不行！我是不会让你胡来的。你到底是为爷爷着想，还是想让爷爷等死？你自己比谁都清楚。爸，您不知道，刚才您一直昏迷，差点没担心死我呀！爹，太好了，爹，孩儿还以为您永远醒不过来了，你能醒过来，真是老天保佑啊！我能醒过来，才真正令你们担惊受怕，大失所望吧。爹，这怎么可能？我可是您亲儿子，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可能判您一直昏迷？呵呵。你连自己的亲儿子都如此刻薄寡恩，有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子，还能指望你对我孝顺有加？更何况，别以为我昏迷就什么都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我听得一清二楚。苏玉川，在，儿子在。回去后，将你手中15%的苏氏集团股份全部转让给星慈。同时，你自己辞去苏氏集团总裁一职，滚出苏氏集团。爸，我为了苏氏集团可是花费了半辈子的心血呀！你不能这样。你不同意，儿子不敢，全凭父亲做主。哼，都是好孩子，今天为了老头子我，辛苦你们了。尤其是星慈，真是我的好孙子，要不是你出手，我可能就要去黄泉路陪你们奶奶了。爷爷别瞎说，我给您算过命，您可是长命100岁的命格，阎王爷都不敢收您。好，好，好，借我乖孙吉言，那你可得抓紧点儿，
给老头子我多领几个白白胖胖的重孙子、重孙女回来。苏振南，还有苏星慈，你们这2个都该死，还有他们3个，明明说过这辈子只有我这一个弟弟，现在居然全都背叛了我，都该死！苏家人果然都该死，你们全都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夺走苏家的一切。万神诀终于突破到第9重了，以我如今的实力，这世间也没多少对手了，神王也该出世了。神主大人，这是您要的材料。怎么，刚才眼睛都看直了，想摸摸吗？神主别调戏我了，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走了。这个结果还真是出乎我的预料，不过倒也无碍。清雪，我已经突破万神诀第9重了，可以给朔风他们发消息了。计划正式启动。姐姐们今天真是美若天仙，我的眼睛都要看直了。弟弟今天也很帅，穿上这身一定是全场最靓的仔，肯定能把你的小未婚妻迷得神魂颠倒的。那就多谢大姐吉言了，姐姐们请上车，爷爷在酒店应该等急了。大姐，我怎么感觉头好晕？哼，什么狗屁武道高手，还不照样被我的特制迷药轻松放倒，不堪一击。话说那小子只说绑了他们4个来勒索，可没说事后要完好无损的交放人吧？这3个极品豪门千金，平时高高在上的，今天倒有可能一亲芳泽了。不急，还是先去郊区厂房集合，免得发生什么意外。等到了自家地界，有的是时间慢慢折腾。苏星慈，你不是很狂吗？现在终于落在我苏100的手里了吧？小北，你怎么会在这儿？是你绑了我们？我愚蠢的3姐，这还用问吗？这一切都是我亲手安排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做亲弟弟。那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我苏100的目标从始至终都只有苏氏集团的股份。你们3个不过是我用来打压苏星辰的工具罢了。可你们3个臭婊子，竟然也背叛了我！居然真的和这个乡下来的泥腿子混在一起！既然这样，那我就只好把你们一网打尽，彻底清除所有障碍了。人，你们给我看好，我现在要去找那个偏心的老头要股份了。等我拿到股份，绝不会轻易放过他。那3个女的，毕竟当了我10几年的姐姐，记得手下留情。苏小姐，
刚刚听到没？这可是你好弟弟的提议啊！松开你的脏手，不然后果自负。小子，你都要死了，还在我面前装呢！哎，三姐，怎么说？现在苏一百还是你弟弟吗？他就是个白眼狼，你之前就该直接打死他。我还没谈过恋爱呢，我不想。好了，别哭了，马上就变成小花猫了，没事的，我等下就带你们回家。该死，老子和这么多兄弟还在这儿呢，你这是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看来得让你好好认清一下现实。你要怎么让我认清现实？你别嚣张！我的兄弟们可都在这儿，你敢动我吗？我劝你老老实实放开我，我们未尝不能答应放你们离开，不然等下就让你交代在这儿。哦，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让我交代在这儿。你敢动我们大哥，兄弟们一起上，砍死他！大哥，我知道错了，大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大人有大量，饶我这一回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别怕，你看我像是小心眼的人吗？多谢大哥不杀之恩，小弟以后一定。我打！不好意思，我心眼真不大。宇川、星慈和诗莹他们呢？怎么到现在还没来？爹，他们今天来不了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他们4个都被我派人给绑了。签了这个，将你手中的所有股份都转让给小柏，我就放了他们。他们可是你的亲儿子、亲闺女，你简直是失心疯了！我就是失心疯了！我说了，我的儿子只有小柏，你却一直偏心那个泥腿子，还要把我奋斗了半辈子的事业全部交给那个泥腿子，这不可能！老头子，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签下这份合同，将所有股份都转给小柏，并且当着所有宾客面承认小柏苏家继承人的身份，要么就等着给你其他4个孙子孙女收尸吧。你简直不可理喻！小琴，我们这次终于成功了。别急，爸还没有在这些家族宾客面前宣布小柏继承人的身份，终归还是不够稳当。另外，这份合同你也签了吧，把你的股份也转给小柏。好，我这就签。今天以后就让小柏直接进公司历练吧，我亲自带他。
爹，人都来的差不多了，你可以去宣布小柏是苏家的继承人了。诸位来宾，打扰大家一点时间，我父亲有些话要说。诸位，我已经将我手中苏氏集团51%的股份转让给苏一白，以后苏一白将正式成为我苏氏的继承人。苏爷爷，星慈哥哥呢？今天不应该是星慈哥哥的认亲宴吗？苏星慈，他这辈子都来不了了。哦，是吗？这怎么可能？你以为就你们那点小伎俩能抓住我？我不过是将计就计，想看看背后之人到底是谁，顺便看看你们能整出什么花样。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样？现在木已成舟，小柏手中已经有了66%的苏氏集团股份，已经是实打实的苏氏继承人了。你可以滚回乡下去了。你个蠢货，从头到尾都被叶沁和苏一柏玩弄于股掌中，到现在还不自知。你真以为苏一柏是你和你那白月光的儿子？你胡说什么？等等，你是什么意思？我明明做过亲子检测的。那份报告是我伪造的，不然的话，你又怎么会真心对待小柏呢？是你，骆百琛，苏一柏，哈哈哈，好一个苏一柏啊！哈哈哈哈，还是要多谢苏兄，帮我们家小柏得到了那么大的家业。小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当年爱的本来就是柏琛，要不是你挑拨离间，柏琛根本不会离开我。还有他们4个，我一看到他们身上有你的影子，我就感到恶心。所以，当年苏星慈是你们送走的。我的白月光当时也是你找回来的，目的就是给我做局。怪不得那晚之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他也和你们一起算计我。那倒没有，她确实怀孕了，想要单干。为了防止她影响到小庆和柏儿，我把她给处理了。我的妈呀，好大的瓜！贵圈真乱。苏星慈，看样子你已经知道了真相，但那又怎样？木已成舟，我劝你自觉滚出苏家。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竟然出了这样一个蠢货！爷爷别担心，有我呢。靠你！你个泥腿子，除了武力强一点，还有什么本事？在苏家面前，你那点武力屁都不是。是吗？天哪，那是龙腾冲头的董事长龙辉，还有东华资产的李总，洛西美业的龙国区总代，西亚护肤的老板克莱尔，这些都是1000亿以上集团的大人物。参见神主！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收服这么多大人物？这绝对是假的，是你请的托。再说了，就算他们是真的又怎么样？苏家依旧是我的。晴雪，鲸吞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禀神主，鲸吞计划已经正式启动，苏氏上下游企业尽皆与苏氏集团断开合作往来，同时向市场释放消息。大人，请和我们走一趟。放开我！不是我！星慈哥哥，我好想你。